和咨商师谈得还好吗？同咨商师談來好嗎？同諮商師談來好嗎？聊完心情好很多，講過體心情好加當多，講過體心情好加當多。我發現現在衛生所提供好多服務哦。我發現一下衛生所提供當多服務呢。我發現一下衛生所提供當多服務呢。是的，我們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。係啊，我哋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。係啊，我哋還有長期照顧服務呢。我們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喘息服務，我哋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結婚服務，我哋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家庭托顧、結婚服務、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項目，普及同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也都項目，普及同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也都項目，可以根據民眾家裡的需要做詳細解說，就對根據民眾屋下嘅需要做詳細解說，就對根據民眾屋下嘅需要做詳細解說，或請民眾撥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，或就請民眾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，或就請民眾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。真好，我很幸運，我的公婆身體都很健康，很好呢。我當好福氣，我家公家娘身體都當康健，很好呢。我當好福氣，我家公家娘身體都當康健，只是我壓力太大，想找人聊聊。總係我壓力太大，想我請人打嘴鼓。總係我壓力太大，想我請人打嘴鼓。怡萍，也歡迎你有空過來聊聊。我也是從外地嫁來這裡。怡萍，咩歡迎有閒過來坐了啊？我咪係對我提高了壓力。怡萍，咩歡迎有閒過來坐了啊？我咪係對我提高了壓力。你的問題我應該也都經歷過。你嘅問題喲，我更怕沒有度過。你嘅問題喲，我更怕沒有度過。當時您是怎麼度過的呢？這樣是用嚟度過來嘅呢？這樣是用嚟度過來嘅呢？那時候沒有長照服務，這樣是沒長照服務，這樣是沒長照服務。我公婆身體不好，我就每天陪在他們身邊。我家公家娘身體唔好，我喲就當你皮到幾下的損耗。我家公家娘身體唔好，我喲就當你皮到幾下的損耗。也是這樣子慢慢的度過，可以付出就是福，也係按樣去慢慢的度過，係做會到就是福。也係按樣去慢慢的度過，係做會到就是福。怡萍，你會講客家話嗎？怡萍，唔會講客家話麼？怡萍，唔會講客家話麼？我很努力在學。我當山忙啲嘅學。我當山忙啲嘅學。相信阿姨，只要用心，很快就學會了。阿姨唔會騙你。係很用心，當家就學嘅 boy。阿姨唔會騙你，係很用心，當家就學嘅 boy。我可以常來找阿姨聊聊嗎？我做的不是來請阿姨聊嗎？我做的不是來請阿姨聊嗎？當然沒問題啊，我可以教你很多講客家話的秘訣，當然冇問題啊。我做得講當多講客家話嘅秘訣，當然冇問題啊。我做得講當多講客家話嘅秘訣，太好了，很好呢，很好呢。你的公公婆婆要是知道你很認真學習，一定會很開心的。我家公家娘係知道哦，你按認真學。
天草會當歡喜。我家幹家樣係知道哦，按認真學，天草會當歡喜。謝謝阿姨，阿姨按字寫哦，阿姨按字寫哦。